用心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王小琪。大家看到了安江嘅所在地度，也是内幕，也是屏东人嘅苗丹乡哦。看到我后边安江嘅会湾，就是东有名嘅白绕湾，也就日本时代嘅苗丹沙事件嘅起点哦。那个部落按照故事部落，所以全台湾最南边嘅延民乡，那个沙区就冇嘅特别嘅所在呢。原来也记得附近呢，那个路条牌都两片大概客家种条，像球棒还有公仔两条所在，然后客家人嘅往内都密切，所以两片嘅延民乡排湾出嘅两个所在，有袅袅嘅客家风哦。比如讲像几多做嘅服装，就有传统啲客家发布、客家蓝衫两条元素，几多大概风呢，也系传统路条牌啲好大概两种奶准风哦。今日呢度俩动有两个动贴片英文风情嘅水种条，就从下来快讲讨论讲俩水群嘅因为东西向嘅生态观光都采提几条系用个转化俩条资源来好好发展嘅咯。你哋下眼皮去到恢复现场。好，欢迎大家嚟下天人讲条呢度讨论嘅现场哦。龙应家有讲哦，业种水秀啊，所以看到你下爱你下信众做了呢，就系到台湾出几条传统嘅服装。毋过大家看起来，那个西啦，单枪看系下半铺，看起来就像安尼六对，像闽南啊，又系讲偏东那片客家人嘅蓝衫吼，啊上半部呢就系那片南台湾出几条嘅出服，就系讲按用两种文化嘅结合。都呈现到服装行咧，真正当特别嘅文化特色咯。因譬如为大家所介，基本咧参加嘅里边咯，特别当然所介系安尼苗丹乡嘅香港所主秘，我们介绍的是秘书邵文协，邵秘书你好。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秘书来，请坐。听为这边的小介系实践大学休闲产业管理系的教授李怡欣，李老师你好。好，主持人好，还有秘书长，然后补副还有社区的伙伴，大家好，欢迎。第三位对边呢，因为两片主要有动那个客家风味动然，俩推标讲跳过就有行业里头俩大不快钱，然后俩大不感演出名片又有动密切嘅交流。你少介系很纯正客家协会嘅重回历史中，重回会长，中天会长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会长。好，现在也看到动到，你讲也从阿婆、阿公俩种嘅说法去按照服务啦，哈，动到嘅服务也做到传统嘅服装里头俩大不。原来我们录影的这个高士村，它是一个排湾族的原住民聚落。其实它开发时间很早，照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大概也有开发500-600年这么长的时间，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台湾史的发展的源头。那你看到从公子啊、球棒啊、八腰，还有玉回、洞烟，像系叉伤嘅玻璃那片，它的整个周围环绕，包含像any非常内个所在很寸，都有动到嘅行业，就大家相互交流结合嘅结果，就会产生出现在所谓的原客文化冲击赛。对看几很用嘅表现的呢？从你嘅北绕湾系苗丹沙事件嘅起点，层层山谷之中有一个彩色种条，人口600人，主要系排湾原住民，耕种嚟落实。一片鬼窝窝，一片虫能果，只有秀心，大家都懂分析。故事部落嘅排湾村人，路条牌因为老婚姻接触，学校的种窝窝。也要喝酒，这样才有体力吗？对，还要唱歌，还要喝酒，还要在外面一直种这样。喝醉酒了，他们就很认真。新红做嘅就系几条嘅工作衫，用为安舒适。老客家蓝衫类比，南派原住民嘅服装，两者相冲突，至少60%。因为是客家人来帮助我们汉稿那种的嘛，然后我们就为纪念客家人，所以我们就花布就是由客家人来。他说
客家人很喜欢那个花花绿绿的衣服，我们来做看看，他们就做那个客家衣服。小时候穿这个花色就是这样，对，你自己喜不喜欢这样花布形式？刚开始不能接受，可是后来久了在这边，也觉得还蛮好看的。花布的很不累了吧？漂亮。因为台湾最南偏嘅叶米乡、苗岱乡、咸慢酒、很春，功夫了後，有對行業凊彩到球棒、公仔，甚至到學會解答物，結合互通親密，唔但像講種、服裝，就連大家物也有形式風格轉變，到影響。就是稻田，那基本上就跟这些客家人有接触。他们盖的房子，怎么可以用那个牛粪啊，或是土混在一起，然后盖的还不错，而且也可以做一个类似砖块赌砖那种的，盖起来的房子蛮坚固的，还蛮好看的。天抢悠悠的運動拍，風輕輕吹過來，上午到行業地界將將素材，用熱行文化交流嘅精彩。作為群紀念發展生態公共嘅亮點，豐富人文，且對係交配嘅優勢。其實兩個故事部落吼，算係全台灣最南邊嘅兩個傳統嘅原民鄉。作為全台灣最南端的原民鄉的部落，高士部落才竟然有行業咧，嘅非常。你跳過到啲恆春版到安東沿內港灣吼，你有想到講兩個故事部落有安樣個客家文化，安樣個客家風情嗎？我來到那個原住民的地方啊，吼，主要是客人過去同那個原住民啊。可能因為大家都屬於平平，攏係個弱勢、弱勢的民族啦，吼，所以個有那個同病相憐樣的意思啊。所以感情上有時陣感覺個密切，個有來往。個呢，少數那個普恩人，我哋那啲原住民嘅主要是講普恩就比較按，譬如有通婚，比較早水，冇要拖下嘅，那我哋山體比較生活居住啲。個另外一種做生意。因為客家人有人聽懂話係哦，也就只有往個山地來通商用嘅咧，吼，挑單啊，那個買啊，來嚟買，所以就會熟賣。有的，所以就會一個同我哋客家人、客人同原住民講密切的地方啦。你講恆春的奶啊，恆春半島奶跟鹽嘛，所以很多來這邊都要服務嘅嗰度機關首長啊，他們因為要升遷的關係嘛，調或者原歸都喜歡留在恆春。所以公務人員一旦調來這邊做一做就捨不得走了。那這個問題我一定要來請教我們牡丹鄉公所的課長了哈。課長，我們講到牡丹鄉，其實就是想得到牡丹社事件，這裡的八瑤灣算是當時所謂的日本漂民他們觸礁然後上岸的地點，所以這是歷史的源頭。那剛剛我們的會長講，其實因為跟客家人一樣，客家人很早期就來這邊開墾，然後大家某種程度來講都算是有一點點相對弱勢的族群，所以在生活上反而是同心協力。那好像在最早溯及到牡丹社事件，其實原客之間的互動都比其他的區域都更友善。我想這個大概是恆春半島地區這個族群關係比較特別的地方哈，因為客家人進來居住的地點，它是比較靠近山區，就是更比閩南人更靠近這個原住民的地區。那當然就有一些通婚甚至收養哈這樣的一個狀況，所以在恆春半島地區的原住民族群，大概跟客家人的關係是比較和諧的哈，這個就比較不同於台灣其他地區，就是閩南人跟客家人是比較合作來一起對抗所謂原住民。那這邊的狀況可能是客家人跟原住民關係是相對的是比較融洽的。原來是這樣，謝謝課長。我們看到那個舞舞穿的那個衣服跟我現在身上很雷同，很漂亮。所以李金妹，那個金妹，你客家種，然後又動到個福音家都馬該妹，什麼月妹、美妹、菜妹，都是我們客家人的婦女很喜歡後面接個妹字。我請教一下我們高士村的李村長，哎呦，又剛好姓李哈，李村長你好。村長，我想請問哈，我聽說在這個高士部落裡面，高士村，像你自己李姓，你的漢姓是李嘛？你的家族裡面就有很多的姐姐、妹妹、阿姨們都取個妹，哎，為什麼會有這樣跟我們客家的姓氏那麼巧合？取那個什麼妹啊，是因為在國民政府來之後要起漢人的名字，那個時候是因為可能那時候我爸爸也是當村幹事，那就根據我們家族的一個需要啊，因為像我家族裡面有的是
黄金妹啊、李金妹啊，什么都是也很多是妹，可能是比较好认的关系。是不是这样？那至于跟客家人是有直接的关系，我这个就不太清楚。村长，像你如果在家里转客家电视台来看，我们客家电视很多那种传统歌谣班会穿这种传统服装，你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哇，好熟悉的感觉？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小时候就跟我们九鹏那边的客家人也常常互动，所以因为我们要到海边去捡螺啊、打鱼啊，都会经过那个村庄，所以基本上我们跟客家人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你跳下可能养片该物哈是全副武装整身的行头，不过刚刚我们看到影片中他是工作服，今天在录影现场他可是穿了非常正式的整个庆典活动会穿来的。呜呜，简单讲一下，你觉得这样子跟客家朋友互动下来，你的感觉黑马该？高兴啊！我这种衣服。我在屏东，我都是跟那个客家人在一起混在一起，别人也分不出你是台湾族还是客家人，这样对很有意思。谢谢布布今天盛装打扮而来，你请坐，布布。那我们来问一下年轻人的排湾族，他们看到这样子改良过或者说文化交融过的族服，他的第一印象或感觉怎么样？我们请这位年轻的小姐。其实我刚开始来看到这个颜色，我觉得很奇怪。我就想，我们又不是客家人，为什么还要会有这种布料这样？所以你也明显一看就觉得它就是客家的元素。对。你只是不解为什么会融入客家。对。那后来你怎么样？后来就是因为有跟长辈在一起，然后就从长辈那边听到，才知道说原来跟客家人有这一段渊源，就是种水稻之类，然后就互相。以物也好，或互相交传一些传统的技艺会的。那你重新再认知这样子的一个族群关系之后，你的想法呢？就觉得很特别啊，跟别的部落比较起来，觉得我们特别很多。是，好，请坐哈。昨天上服从哈嘎也好，有从排湾族也好，其实这件衣服呢是出自于一位巧手啦哈。这个巧手今天也来到现场，我要请教一下，是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的这个产业组的组长。美惠组长，你好，请问我现在穿的这一身哈，又像客家又像排湾族的这综合文化融合的这个族服，是你做出来的。然后听说也是你在年轻回乡之后，你看到本来的传统的排湾服饰越来越消失在岁月洪流，所以你希望来复振，就是把过去的记忆召唤回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我回到部落的时候，应该是那时候是90年的时候回到部落，然后我就看到我们跳圈圈舞的时候，怎么发现有阿美族、有卑南族，什么各族都在这个多元族群融合，对，在跳舞。我就那我们不是今天是我们高士部落的人结婚，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就觉得蛮特别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因为应该是年轻人比较有想法吧，也比较有力气，就有一点想要去突破这个困境，想说有没有办法找回自己的传统服饰这样子。因为我妈妈是非常喜欢做这衣服，像这一套就是哪一套？可以站起来，让我们镜头展示一下。呜呜，你站起来，请你站起来一下。对，这个就是出自我妈妈的巧手。妈妈做的。对，妈妈做的。那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呜呜，请坐下。那时候是我们的村长办一个50周年，就是迁到这个部落50年的时候，回到旧部落，有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节庆。全部的族人都穿这一套衣服出席，这样。那时候我刚好在屏东回来的时候，就非常的惊艳，说，明明大家都有衣服，为什么结婚那一天跳圈圈舞没有穿出来？好，刚好那时候我们的乡长叫林杰熙林乡长，就办了一个牡丹乡的那个服装比赛。哇！对，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这是一个契机，一个机会，有没有办法让我们高士的人能够做出那个服饰？可是真的很好玩。其实一般这个屏风帽是任何时间不是随便都可以穿，就是这重要的祭典，像刚刚对丰年祭啊，或者是刚刚他讲的，譬如说，因为盖房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落成才可以戴，所以这个屏风帽一般我们不容易看到。那今天这个场合真是很荣幸看得到，谢谢美惠组长。所以这个服饰图腾乃是日常生活文化的一部分，把它融入到在地生活，当然是一个特色。那老师，其实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我们知道恒春半岛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人文特色竟然一挖掘发现如此丰富，人文特色也可以纳入到自然生态一并来考量，而且是有优势的方面的吗？老师，在去年就跟东亚西保育协会一起来推就是彩线的时候，
我们有把那个这边，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传统婚礼的体验，就把它 po 到 FB， 然后就有人发现说，他们的服装里面就是有那个花布这样子的元素，就觉得这是其他的部落或者是在客家庄，就是也是比较就是对，就融合了这2个文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在后续在推的时候，其实或许也是可以走出另外一条路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对，谢谢老师。所以在市场上先有突出一个焦点被大家看到以后，大家会好奇那里面的内涵文化是怎么来。那你看到现在说生态有生态，说文化有文化，那这样邵秘书我就要请教哈。其实你看到我们这张南排湾的红宝石高氏部落，从这整个区块来看，无论是我们的旭海啊，还是说像我们的高氏、牡丹、石门古战场，我们刚刚讲到的牡丹社事件，其实我们的整个牡丹乡在发展生态观光，我们可能外地人一开始想到的是这个满洲，因为满洲当然也是多元族群，他们生态观光有梅花鹿，也可以去看鹿蟹，然后也有老鹰过境，然后加上垦管处的大力的扶持，所以他们这个观光亮点挺高的。那请问我们牡丹乡，其实在条件上也不会输给人家哈。所以我们这边讲起来是融合了很多这个族群的一个特色啦，所以我们会看到，同样是排湾族，同样是排湾族我们6个村会有6个不同的服饰，甚至不同的文化，或是不同的一些习俗，所以有一些细部是不一样的，彼此不同的。对对，那包含到整个一些我们文化的特色啊，也都是不太一样。对，在我们牡丹乡里面排湾族的服饰就我所知道高氏的服装是真的是最有特色了，特别是融合了这个客家的一个文化非常特别另外刚刚也提到这个屏风听说在所有的排湾族里面，好像也只有牡丹乡有这种东西啊。是说得很好，谢谢秘书。秘书刚刚提到了我们的牡丹乡位于恒春半岛的心脏地带，非常的核心，所以它的整个自然资源，还有它人文的这种文化冲击扇的部分，都是牡丹乡公所一直在努力在关注、在推动在地的发展。呢度条下不个样片来看一下到了个牡丹乡公正紧的来到了天蒙安然个所在来了，到底有嘛个好了？看运用个了呢？大家都草片红动条。因为俩唔系普通的草片，做得很多俩大不累，搭铺都冇简单。规支脚立下去，让我一片有窝黑黑。冬叶水红草叶系国家重要实体，因为水生植物发拍，都把水量高嘅奶气孔变作体术体检。我去咩位一种嘅体验啦，有个草会摇。唔能用铁太啲都会立下去，都市冇安好嘅地方啦。有啲地方你带生意嚟搞也唔系差啦。因为青菜相互合作品手就是重点。我觉得是大家手牵手团结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一起跳舞的时候。因为你陷下去的那一刻，你会感觉把你身上感觉有负担的东西就陷下去了。像悠悠嘅实体，老千向嘅九强发天，系沙起嘅自然自然，会派嘅友好，小嘅上入以轻轻穿过来，俩就是生态里行嘅样貌。文文这边的野姜花的味道啦，还有草的味道啦，然后跟大自然接触，是非常的。好玩呐！因为这样受伤了也不好，所以好搞的还有阿布西条。呢度学会嘅回顺，长地道阿布亚嘅食河海又几发拍。他们都住豪宅呢，他们的豪宅很好呢。在部落里面，这个环境啊，都相当的棒生态也保育得很好，所以我们目前就利用地方的资源来做这个一个夜观寄居蟹的生态旅游。为文物界食河海，鲜物也系有好门嘅。那种重量比较重的壳了有帮助它以后再回到我们海边去产卵的时候这个部分就可以让它很安稳的就稳定的在水里面，不会被海水冲走。如果来西亚的玩的话最好是带个贝壳啦，还在外面有看到啦，不要让给别人卖出去啦。有看到哪回来，我们先归位给他一个好的豪宅给他住，这样子。帮寄居蟹找豪宅。对对对。又好搞又好学，南台湾嘅生态变作优昌，新兴提风再发展。
看到了样片哈，都晕还会笑出来哈。那乡公所秘书，我要请教，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在台湾各地方发展观光。很喜欢大部头的或很热闹式的一种观光的推销方式，好比像演唱会啦，万人演唱会啦，或者是放烟花秀啦，或者是有各种的像热气球这种大型的。牡丹乡公所是怎么样想的？你们对于自己在地境内的观光的发展，你们是采用什么策略？我们在所有的村庄、所有的部落哈，我们都有这个旅游资讯站。啊哈。6年前都还没有。都还没有。那现在我们现在6个村哈，8个部落，我们已经有做到8个旅游资讯站。哦，那硬体的所有的观光设施哈，也都做了很长足的一个改善。所以旅游资讯不管它有多偏乡，每个点都要布建好，这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哈。每个台湾的乡镇市都有社区发展协会，这个不稀奇。可是这里的高市社区发展协会有一个附属组织叫做产业组哈，是专门针对产业的活化去做努力。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录影的现场，穿着漂亮的族服，有很多是年轻人的面孔。那我就请教一下，我们高市部落有哪些游程是你们引以为傲的？对，因为我们有备婚。备婚是什么意思？备婚就是那个我们会请男方的那个兄弟姐妹，反正就是男方家中的男子、舅舅啦、叔叔啦，男生要负责备婚，背我们的新娘到家里。那我请问一下，像我这种吨位的背不起来怎么办？还是要想办法把你背起来。因为作为新娘子，一定要把新娘背起来，否则那就很难看了，是吗？那个是非常重要的责任，也是一个使命。说得好。对。那为什么会主打这个传统婚礼的部分？是因为就是要响应现在的大家对婚礼，对那个婚姻的那个现在目前状况，就是离婚率很高嘛。是。那其实，在以前的传统婚礼是一夫一妻制，是，就是你娶了这个老婆。哦，叫忠诚永续，没错，终身不能再嫁娶。就算你的另一半已经离开了，你还是就是要守寡。所以说借口说背不起来不成理由啦哈。对，没错，原来是这样。对。那刚刚科长讲到说哈，大众旅行有大众旅行的路，小众也有小众。你们的小众旅行又是什么样的深度法？深度的话，我们会带他们去走我们的高市历史古道。可能一般在别的村庄听到古道，会想到是古时候的古。对啊。可是在这边的话，我们高市的话是比较特别，是以稻谷的谷去命名。那古道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以前的那个取水地跟种旱稻的地方都是在下方。对。然后以前的旧部落在现在的永久屋。是。那以前的族人都要从上方到下面去取我们的稻谷。是。然后那一条路呢是非常的陡。那他老人家是有给他取一个名字叫沙炯炯。是什么意思？鼻子可以碰到膝盖，那代表是非常陡峭的手脚并用的攀爬。对，然后就是因为现在就是要为了缅怀，就是过去族人们这么辛苦，那就是让这条路就是修复回来，是让游客可以进到这个地方去，去尝试以前我们族人到底是怎么爬这个山的。所以李林，像你们这一辈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在言谈之中，对自己的祖先的文化，你们是很认同，而且有荣誉感，而且是想把它找回来，像美惠姐讲的那样。没错，对，就是回乡部落这么多年的话，其实会越来越喜欢自己的部落，因为你可以从一开始就是都不知道的都不知道，然后也不想去认识，可是一直到现在，你是充满了热情跟热血在这部落里面。我们也讲到说，其实我们会认识像牡丹啊，在过去2010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旭海的阿朗伊古道而这个声名大噪，然后它的市场知名度起来之后，现在听说那个定位要去走古道都是秒杀。那我们当时在想哦，就是在这种部落也好，或自然生态环境开掘的这种观光亮点，一旦被大家知道了之后，到底有没有跟社区共好呢？还是它的这个发达没有照我们本来开始预期的，可以跟地方做深度的结合？今天现场也来到了，除了我们的这个石门部落以外，哈，像刚刚我看到东源水上草原喽，还有我们的旭海草原的这个旭海，然后还有我们讲这个石门古战场，石门这个部落，今天也有代表来到现场是吗？是不是理事长？理事长你好。石门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哈，原来我们的秘书也是石门部落的人，石门也是之前的石门古战场的这个历史的所在。请问你们现在的这个社区观光也好，或者是生态旅行也好，推的怎么样？跟旭海这些东源来比的话，请问哈，因为现在有一种反省的力量，是像刚刚李林他们年轻人讲的，年轻人很愿意投入，把这个祖先文化传承下来。可是，在推观光的时候，因为观光某种程度来讲很专业。
限于一些法令啊，或者是一些约定俗成，所以现在很多是旅行团在包，旅行团在做，所以会不会他们在操作的时候跟我们社区是分层的？不知道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石门有没有发生过？现在那个旅行业哦，都一手包办了，对吧？对啊，都一条龙式的哦，是失去了我们在地共好的那些意义啊。你说一手包办的内容是？就是，譬如说像我们。可以回馈我们在地方哦，维护我们的环境啊，譬如说维护环境，或者是创造回乡的那个青年工作机会这样的。所以原则上，他从接受旅客的定位开始，一台游览车再过来消费完了就拉走。对对对。没有任何的交流互动跟留下一些正面的。就是没有回馈啊，回馈这个。部落或者是社区这样是好，这是在石门上发现的例子哈。好，谢谢你好，请坐啊，请坐。那我也来请教一下哈，刚刚我们的老师有讲到这个我们民间的这个社团东港西蓝色东港西在这边也耕耘很多年了哈，这边有个驻地的在这边研究在地耕耘很久的文史工作者哈，小卓在哪里？嗨，小卓你好，我想请问，刚刚我们石门部落的理事长讲到这个问题，就你这几年来的观察哈，当我们地方的生态观光越来越夯，越被大家看到的时候，原来跟社区共好是两件事啊，没有回馈好到地方啊，你的观察？就是遇到旅行社自己带团进来，然后到部落里面，没有透过我们的窗口来安排游程，就在部落里面这样的行走，其实会对环境。造成一些破坏，因为没有任何的约束力。然后还有就是讲到一点就是由我们社区来安排的游程，我们在每个环节，包括接驳车、餐饮、解说或者是住宿，都有回馈金会回到我们的社区去做公益的一个支出。但是如果是外来的旅行社，他进来，他只是在消费这一块土地，可是他却没有任何的回馈。我觉得这是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大家的公共自然资财嘛，哈。那怎么说法是说一定要透过地方的社区发展协会这个窗口来报名，游程由你们带才会比较有质感？难道说一般的这个旅行团或者自己游客无法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吗？你觉得其实那个差距是在哪里？可不可以再细致的说明？我觉得最大的差距就是我们在地人懂我们在地的故事，这是别人所完全没办法取代的价值、了解度。情感认同度这些是，对。那所以我们跟外边的旅行社差异点，就在于我们对我们本身的文化、对我们的环境的整个掌握度是就是独一无二的。那我再请教哈，商业旅行社或旅行团，我们现在看到刚刚在影片，其实很多的游客也是一游览车的再过来哈，在你们看到他们会有比较负面的，对地方不但是没有正面帮助，还感觉是相对负面有负担的。你有看过什么样子的案例呢？我觉得最明显，目前牡丹乡遇到的是旭海部落所遇到的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会认为太多的比如说假日1天500个游客，已经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带来的一些污染噪音，然后对于环境的整个承载其实是没有经过审慎评估，然后居民会觉得。这对整个的长远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好，我们谢谢在地耕耘很深度的小卓来做分享。那我也请一下年轻人呐，哈，也是回乡嘛，哈，因为就是这里的产业有前景，然后珍惜自己祖先文化，所以外地工作的年轻人要回乡。刚刚他站起来，我们示范他的短裤以及健康活力的这个大腿的这个年轻男士，我们请他。你好，是嘉豪吗？哈，嘉豪本身是导览人员。基本上我在做生态旅游的过程中，常常会碰到，就像刚刚讲的旅行社的部分跟个人，就是小众旅游这一块。但我觉得生态旅游它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旅游啦，旅游方式。要负责任。要负责，因为什么是意思？就是说你来这个聚落，你必须要给当地的人用最真实的故事去介绍给游客，这是最有热情、最有感情的部分。而不是说你带来了这边，然后走了一圈以后，跟当地人没有接洽。然后你就这样子离开了这个走马看花的走，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啦。是，对。那我们在做生态旅游的部分是想要把部落的故事，或者是部落的人文故事，或自然的产业或自然生态这个东西，用很真实的方式去交付给来的那个群众或者朋友们来了解到这些在地的人文生态故事也好，就是农产特产品也好，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来了就
就离开，我就觉得这样很可惜啊。原来，如果说我们的品质很深厚，那这样重点就在于我们的窗口喽。如果你们的那个窗口可以变成外界游客唯一的联络窗口，那这样游客在也不用很费力做功课的情况之下，就由你们全程带领着走。那我就要问，我们在社区部落窗口发达吗？刚刚我们的秘书还有我们科长都讲，他非常致力在这个观光的推动。那这个窗口是众说纷纭呢？大家都是各一个窗口，还是你们有什么样的诉求或希望的？窗口的部分，社区我们如果经营像产业小组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有所谓的窗口这个单位。那这个单位是集合所有的资讯，统一在这边做一个分配的工作内容，不管是食衣住行。娱乐这些，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做流程。所以，当游客能接到这种讯息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有接到游客单独或打电话过来问我说，那个旅游的部分，我就会直接转给社区窗口，他让他去这边做接洽，然后把这个流程告诉他，不管是旅行社也好，或者是小众旅游的部分，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解说，像我是解说员，所以我也要把这个把关这个角度，然后把游客呢就只是统一到窗口这边，大概是这样，所以。好，这样我们大概知道了。谢谢嘉豪。谢谢。所以离乡参与金钱今天放在我们的高士部落来谈生态旅行也相当合适哈。它其实呢就是好好的利用我们的自然地景，同时呢，刚刚我们的很多的部落的居民还有乡亲都提到重点，适度的循环使用自然资源，而且最重要是负责任的那个心态。像刚刚我们的研究员小卓也提到了哈，负责任还有那种浓浓的了解跟在地感情认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所以呢，重视在地传统跟文化，还有呢在地贡献。如果说我们这么好的山川自然资源，那大家是开发一起使用。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操作手段不够细致或缺乏反省，如果都只是一味的商业的那一套去走，那请问在地除了自己靠自己努力之外，他们还有什么本钱可以再继续做永续的工作？所以呢，就这样子重视环境的管理模式，这个管理模式就是个很具体的事情。老师你怎么看？目前在这样整个恒春半岛，那当然可能聚焦在牡丹乡、我们的高士，以现在的操作手法，你觉得有哪一块面向是应该在台湾上要更加强的？老师，大家来恒春半岛，可能我觉得游客聚集最多就是垦丁这样子，对。然后虽然我觉得恒春半岛因为它生态很丰富啊，有山有海，所以我们当然也欢迎就是很多人可以来这一块这样子。可是某些像垦丁，我觉得也有一些过度开发的情况。然后那刚刚我们的伙伴小卓有讲到说，因为旭海原本其实那阿朗伊古道是一个唯一没有公路通过的一个很美丽的海岸，对。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走一走。可是当它那个，因为里3其实讲的是说，你必须要是就是自然环境它可以承载的量，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绝对不能爆量，这是原则，对，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要发展旅游的时候，我觉得要发展像我的老师，他叫龚启清老师，他是把社区营造的概念引进台湾的。他讲了说应该要宜居宜游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关照观光客，应该也要关照在地的一个居民，或者是我们讲近悦远来，就是你住在这边的人也要高兴才行这样子。然后那你住在这个地方，他就是说我可以快乐的在那边生活的话，那自然而然其实就会有人来，我也想要来这个地方。只是我们当然也希望他们来，可是就是像刚刚讲的，他的确是希望我们是，我觉得可以发展工作假期，就是比如说他一起来，我们有做减海费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就是说，他也可以来帮我们做一些维护环境的一些工作，这样子，对。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刚刚我们在地乡亲也提到，其实现在我们社区生态旅行倒也不是求量，大家都很有自知之明，希望是负责任、永续、适度的使用，不是求量，可是在于那小小的量啊，在被分配使用的时候，还是自然而然的落入非常熟悉、习惯操作商业观光旅行模式那一套，就是旅行社都全拿了啦那这样子，不管从我游客方角度来讲，我也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美丽的高士。那对于在地发展来讲，他们有心要把这样的文化展现于世人面前，也缺乏那个管道啊。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就是也跟公所这边一起来协助社区，就是说我们要发展的是有别于一般的旅行社，它所设计的，就是我们是会比较有一些深度的体验的，比如说婚礼的体验呐，靠内容取胜，或者是对，或者是里3它会有比如说钻木取火，就是怎么样子跟自然共生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因为我觉得旅游有很多种，一种是就是走马看花的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当然还是有一些比如说那我就看看就是阿朗伊古道的美丽的无敌海景这样子，对。可是的确有很多旅游，它其实不太会跟在地的人去做接触，所以你对于就是他在地的那个文化的了解是比较就是我觉得是
比较浅的表面的这样子。对，所以即使多花一点成本，但是在你得到的回馈，那其实是还远超出你所支出的哈。那个透过下不个样片来看，到底都发展那个啥去你行开始这，又拿到法规也好，又拿到为了个发展配套也好，系还唔来，还是要对突破的。秋天系摇坡的季节，桂圆系曼珠的特产，里头丰富自然界恒春版图，又冻到好看。今天海鲜冰盘的材料有飞鱼一夜干，製作下肚也好凍到個全片呢下為時日，然後半五罐建造一地，看起來像飯店料理強用講安油，因為了大部個族群動業，所以空調符合風味。因為這邊有很多不同的族群，所以我們這邊的菜色會比較多樣化一點。超強了解，梅皮係熱廚米，女僕係客家。這邊有很多客家族群的親友哈，我們開始會去製作梅乾菜。梅乾菜呢，那我們再拿來做梅乾肉，之後再包進我們原本的這個起鍋布裡面呢，代替這個醃肉。用菜體食材，嗰結合各族群嘅特色，係同梅體是唔同嘅。上為體驗菜體生法，還做啲鹹菜凍體嘅接大家添。天空下貴派嘅食物係各式沙器白白放在了後嘅永久物，順便老母用到嘅建方搬出來做食面燒。因為我們這邊永久物很多的遊客，常常來，也希望說，有個地方住。有些居民還有一些剩餘的房間，然後我們想說，能夠透過在這樣一個好山好水這麼好的環境，來另外營造另外一種可以讓他們賺錢的一個機制。簡單嘅觀光基礎係講為漢卡發達就村，可能是要供自然嘅葡萄，讓漢卡當然參與。呢下東西漢嘅生態利行，做啲穩漢天然葡萄，相信係大家期待嘅。真緊吼，你到了三那表達各個所在，因為現在為大呢，有冇盆店，有冇面修，所以在這個部落這個以永久屋閒置的空間來轉型做一種輕民宿，來提供這旅遊上的便利。可是，語法有據嗎？然後如果真的要做在地發展，怎麼樣突破？除了食衣住行在法規上種種考量，不知道在交通有沒有這樣的問題？因為其實從北部、從中部或東部來到我們牡丹的高市，還蠻有一點距離的哈，我們請教地方來表達一下意見。林大哥你好。這裡觀光產業組的接駁組哦，我們因為這裡礙於沒有公車，所以我們就推了一組這個接駁組。可是，我覺得好像是沒有法律依據啊，沒有什麼保障，因為我們這個不是小黃啊，我們開4人的車吼，是怎麼講的話，因為我們不是營業牌啦，礙於這個法令的規定。我們應該是，就像違法那樣，就是違法，有一點像違法的營運啊。是，那畢竟要做產業的發展、社區的發展，那這個就沒有辦法，你們放手去做，好，就像剛剛看到的這個接待家庭的問題，其實是面臨一樣的哈。這是你的親身，還有沒有其他意見要補充？沒有了，沒有。好，謝謝李大哥，李大哥請坐。好，謝謝。那秘書我就要請教，其實偏鄉部落本來在這個硬體建設跟環境條件就跟都市不一樣啊，不知道公所怎麼樣看待這個事情，或對中央有什麼樣的對話？我們偏鄉哈，確實在各方面的資源、各方面的那條件都沒辦法跟其他地方比了。就像這種，有時候我們想要做一個民宿，你連民宿的資格條件都不到。其實你現在可能他們來講門檻蠻高的。對。那現在變成你可能只能做一些接待家庭，或是類似這種接駁這種，有時候牽涉到一些法令的問題。可是我們也是很無奈，說很多事情可能我們沒有辦法馬上去得到一個方式去解決。當然了，我們這裡除了是偏鄉哈，我們又是一個災後的一個永久屋啊！我想每個居民、每個災民在一個這工作的競爭力上面都比較缺乏一點了。我們還是期望上面可以給我們更多的一個輔導跟協助，幫忙，對不對？你不能用外面的各個標準來要求我們，一個永久屋的地方要做一個
一个这个旅馆的一个标准，已经形成刁难了。对，或是 Uber 啊、轿车啊、车辆那个载运的一个规定啊。当然，我们是希望有更符合人性、更合理的一个做法啦。是更人性，然后也希望更理性的做法。其实这对将来的这永续是有帮助。那我们再来听听社区发展协会有哪一些的这个提问，待会我们一并再请科长也好，或秘书也好来回应。我们先请这个产业组的组长哈，推这个观光产业组，其实我们有很大的期待，就是说能够创造在地的一个经济。那尤其是我们最近就是有青年返乡这件事情，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契机，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办法留住这些孩子在部落继续的生活下去？这样子。我再打岔一下，听说我们高士部落是年轻人返乡比例最高的。对。哪里的范围中最高的？应该是原乡吧。这么优秀哦。对，那这个就是大家的努力啦。那就是说，我们也希望他们继续留在这里，因为他们其实回来就是华侨，因为他们国小一毕业就被迫离开，回到部落是不会讲自己的语言，对，其实是很陌生的。所以回到部落的时候，他们就是华侨回到部落，所以要那种华侨好，对，大家加油。扎根是很需要一点时间的，所以有那样的一个观光产业组成立之后，我们当然是有一个经济的一个愿景了。对。可是这个是相对，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做一个 leader 在做的一个评估的部分，就是说，就像刚刚大家讲的那个里山的环境的部分，我们会有一些。看到说，有人订单来，当然会很雀跃，说，有钱来了。可是会评估到想到说，这个钱是不是值得要来？因为像我们自己在导入游客的部分当中，我比较喜欢跟那个什么，应该算是那个是叫什么导游吗？那个 leader 就是跟我接洽的时候，我会先问他是不是接受我们这边的文化的元素，因为我不希望他来这边一次性的游。你对生意订单不猴急呢？你还要好好了解一下人家的意愿跟背景。我希望他尊重我，也认识我之后是很愿意来的，而不是，他随便来。因为好，比如说40部啊，40个人啊，一部游览车，哇，一个人1500，你看那钱多大？我不会先看这个东西，而是说这个人认不认识我，他愿不愿意接受我的方式。所以某种程度就是又是负责任跟节制的这样子一个旅游的反省。李德福李村长，我想请教了哈。其实我们发现到说，我们社区发展协会还有我们民间社团在这个公所的这样子大力支持下，我们一直在滚动我们自己的在地耕耘呐哈，所以就希望有好的发展。那不过呢，就在整个发展的前期来讲，你觉得现在在推这个地方的社区旅行，希望游客买单，然后也希望大家看到你们的努力，其实是希望说，在这个法令的配套上，抱歉，还可以有更多的支持或政策上的友善。你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观察呢？接待家庭如果能够合法化，因为有的像旅客他到消费之后，他希望能够拿到收据或是那这个收据是不是会被认定或是怎么样？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因为我们像这种操作这样的一个社区观光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回馈机制。是，就像刚刚我们理事长讲的，餐饮组啊，或者刚刚理事长也讲了，5%到10%，其实他们已经回馈。那回馈这个回馈金，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那么多的返乡青年，就是因为促进了他们在地就业。我们这些薪资有时候公部门没有支持在这方面，我们就拿来当薪资，所以才有这些返乡青年才有机会在这边在社区工作。所以当然基本上我们很需要政府这方面的支持，因为你要培养一个社区青年在部落工作，没有3-5年真的是很困难。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这个社区部分都要去承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说公部门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能够多投注一点也能够看见这样的一个部落的问题。那这样，蔡科长，其实我们发现到说，其实在地的资源还有在地做的准备，好像其实都在水平之上了。不过发现我们的这个法规其实好像没有超于人前太多了哈。现在部落面对最直接的问题，刚刚提到接驳车，还有接待家庭，然后事实上他们的这个餐饮可能受到一些限制。公部门当然会补助一些，比如说他们这些有供餐的一些餐厅，可是你们会不会规定他们人数要多少啊？我才会怎样？就是其实公部门在制定一些规章或者是宗旨的时候，怎么样来纳入地方的意见？然后如果说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讲，你们又希望可以转达乡亲朋友们的意见，去怎么样跟中央或2层级的政府来做沟通的？
我想很多原乡都有这样的问题啦，那这样相关的问题，我们也都会循行政的途径到反映到相关的主管机关中央部会去。那这个就后续就要请中央部会。还有甚至我们的中央的民意代表来协助我们，看能不能有一个更合适的法令，可以让我们地方在发展这样子的社区生态旅游的过程当中，能够比较不会受到不必要的法令的多重的限制啊，能够发展得更好、更顺利。显然这是有必要，而且这个说明跟沟通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加强哈。先谢谢蔡科长讨论多聊哈。最后我们要请教，就是刚刚也介绍在地生根的这个研究员卓信君卓小姐，你好哈。其实你在这边刚刚也提到，你在这边耕耘至少3年4年以上了哈。刚刚讲到的我们的永续发展，那是一件事情，但是你在这里在地观察，你觉得最感动的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高士部落是最多年轻人返乡比例的这个地方，年轻人从无感到现在变得有感没感，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同时也是一个专业的引导团队，你觉得最大的感动，借着这个场合说出来，然后也可以让全国的乡亲朋友可以地多大概嘎起都来。其实我们一直强调的是，生态旅游它的核心价值是在保育。那保育的除了环境之外，其实我们的文化、人文的部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是我们部落的根本。那其实这几年来会发现说，在我们陪伴的过程，然后居民。不止年轻人，他其实慢慢的对环境跟对文化的关注，是从无感到慢慢的有感，那也产生了很多实质的效益。比如说他们像高士的话，这边有风溪护鱼，然后古道的维护都是一个自主的然后包括像东园，它会清除哭泣湖、东园湖的一个莲花，然后像我们的大美社区，它也在整理他们的生态池。那旭海的话，它也在发起说给寄居蟹一个家。其实这都是看到居民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成长，对于环境的一个关怀的一个行动。我会觉得其实这是我们陪伴的一个。会感到很欣慰的一个地方，可能也是我们在发展社区的生态旅行一个价值，应该彰显让更多人知道的哈。谢谢卓研究员。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到说，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喜欢在家里就是玩线上手机、玩云端的游戏。那我们看到今天现场，包括李林、嘉柔，还有我们的穿短裤的，我一直要强调他穿短裤的这个嘉豪，很多他们都是30岁上下的年轻人。可是呢，他们的兴趣跟关注从自我转移到他周遭的社区环境，甚至对上希望把祖父母的那些文化可以传承下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在地觉醒。那最后结论的时间，我要请教李老师来做一个总结啦。像这样子的一个价值，是不是其实是台湾要踏出去下一步？我们在工商业发展也好，或者是整个的那种国际竞争也好，其实这个是我们可能是可以找到的永续价值。老师。我觉得部落或者是社区，它可以透过就是它可以透过自己的社区去发展自己的文化，或者是包括就是里山生态跟他们原来的里山生活这一块，可以发展成体验，让大家就是说变成是旅游，然后大家也愿意来的话，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部落他想要有序发展的一个途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呼吁，就是说，因为他们。像这种原住民的部落，它比如说高士这边用永久屋来发展接待家庭这样子，对，那的确就会面临到那个法令上面的问题，包括接驳的这个部分。那我想要就是因为日本它其实也有在农村里面发展，他们叫民泊，树泊的泊这样子，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接待家庭。那他们现在好像有新的民泊法，可是，在发展到民泊法之前，他们就有一个在旅馆法底下有一个叫民泊条例，它就是允许说，你利用你的闲置的空间，你平常也就像永久屋，它其实因为现在还是有一些很多高士，就是你大部分可能在外面工作，所以它永久屋它盖得很漂亮，可是它却没有在使用，那所以。他们就利用那个空屋的维护费用，然后再加上那它也可以发展成社区的一个产业的这一块，然后他就说那我允许，就是他们是有制定条例说那我允许，就是说你可以来做接待家庭这样子，就是全宜配套嘛，你也不用整个去大修法，就是做得到的。是，对，所以我觉得希望说台湾的中央政府他也来正视这一块，让我觉得社区会比较说那我也是合法的在经营，让他找出一条生路，对，是这样子，而不是说好像是背着法令偷偷
做哈。其实今天的柳阳安尼群岛采地个见面，记得有动丰富嘅文化涵口呢，有动精彩嘅生命啲上去好好来拓展。当然，苗丹乡公所呢，也系希望到了解金旗红啦，也系讲法规红来加加提升，都系希望本了解所谓嘅好山好水，好山好水，在使用的过程中不会将它变成是坏山坏水，动词的坏哈，唔好让any了老主公，你不能 any 嘅自山全部破坏强强，了系可能大家好好的思考诶。呢种系出面提会来到了解苗丹故事铺路嘅，可以讲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你下2礼拜再会了。